氣文化你有聽過未呢？康源有豐富經驗嘅氣功養生導師團隊，照顧到唔同人嘅需要。提供靜態練習俾你一個放鬆、減壓、靜心嘅空間，亦會帶領動態嘅練習，伸展、舒緩身心疲勞。以氣功能量療愈改善身心健康，結合精石嘅能量，達到美容、增運、排毒、瘦身嘅效果。氣功除咗對人有幫助之外，對小動物亦有好好嘅效果。佢哋好靈敏㗎，你睇下佢哋幾享受就知啦。氣功冇分年齡，早啲俾小朋友接觸到氣功，可以培養到佢哋嘅耐性，增強記憶，生得高啲、醒目啲添啊！一齊嚟睇下我哋嘅成功例子啦！我曾經患上癌症，可惜中西醫都幫唔到我。好彩我有咁嘅緣分，接觸到氣功，接受氣功老師嘅法器治療，同埋自己勤力練功。我而家身體已經好翻晒啦，中意做乜都得啦。記得幾年前我因為跌親而撞鬆咗2隻門牙，約咗幾星期後幫我剝牙。咁期間我就揾咗我嘅氣功老師幫我用氣功調理。咁到剝牙嗰日呢，牙醫就竟然話唔使剝啦，因為2隻門牙已經自己穩固翻。呢件事令到我真係覺得氣功係好神奇嘅。練習氣功呢，除咗令我嘅身體改善之外，仲可以令我嘅生活更加如意添。我最中意嘅就係練習冥想，可以同天地溝通啦。咁尤其是我去旅行嘅時候，就會更加勤力嘅。然後呢，遇到嘅事情啦、旅行嘅人啦、天氣啦，全部都非常之好喎。咁大家都一齊嚟試下學下。如果你都想試下氣功自然療法，又或者你對氣功感到好奇，想嘗試嘅話，歡迎同我哋查詢或預約體驗。